今仔伫阳明山的国家公园小油坑这个所在，伫早起是发生火烧山，烧5点钟，烧掉50公顷。即马怀疑初步认为是国科会空气品质的监测器导火烧，才会造成火烧山。即马是国有议员也讲，这国科会这个计划早就已经结束啊，也毋过这设备煞平伫山顶，拢无人得管，所以认为这是人为所致引起火烧山。大火烧5点钟，为半山一直烧到七星山小油坑步道。阳明山小油坑则是规个大火，50公顷等于是2个大安森林公园规个烧起。阳湾处初步研判是国科会国家实验研究院高速网络加计算中心执行民生公共物联网计划所设的空气品质监测机器导火烧起。啊，不过导火原因也有待火调清查。15号议员亚康，这场大火根本是人祸。国科会他们之前委外，还有一个这个空气品质的调查的感测器，但是其实这个计划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些仪器年久失修。台北市原这个空气品质监测仪，都是因为年久失修，国家无维护，唔知发生电池家己倒起还是爆炸，地势山难危险。国讲监测器设备家己倒起，唔是头一届，不是第一次了嘛，对不对？对，我们的报告完成之后，我们会依规定的方式移给警察局，那警察局来做移送检察官这一边，看是不是做后续的办理。对这代志，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是讲，去年8月初确实有一支太阳光电感知监测设备，因为锂电池年久失修爆炸，啊，不过不是国研院的空气品质监测仪。那一支应该不是工研院的。如果依国研院所提出来的，应该是在2024年结束嘛。那结束之后，应该是把没有继续使用的要去做也来文要去做撤离。但是到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啦。对这代志，国研院回应，烧毁的空气品质监测仪，厂商是以太阳能够提供监测器所需要电力，伫小油坑地区收集大屯山区的空气品质资料，设备合法下规定。院长蔡凤英是讲，国研院会慎重面对，若做最后调查结果确实是国研院国防中心的设备造成的，国研院会承担相关责任，绝对袂卸责。记者综合报道。